世界技能大賽酒店款待項目會模擬酒店前台嘅日常工作，要求選手為旅客提供專業嘅服務。選手亦都需要非常熟悉比賽模擬嘅酒店，包括服務設施、酒店政策同埋一系列嘅標準流程。佢哋需要用到酒店特定嘅電腦系統去處理客人嘅資料。過程當中，佢哋都要了解唔同客人嘅文化背景，應對各種嘅需求，作出銷售策略同埋介紹景點，仲有安排行程。選手係需要具備良好嘅溝通技巧同埋應變能力，能夠即時為客人解決一啲問題，處理投訴同埋危機管理。除咗服務客人，世賽仲會考驗選手嘅文書工作能力。選手亦都需要運用 AI 嘅工具，收集市場嘅數據，並準備一啲嘅相關報告同埋設計宣傳單張等。至於評分方面，就視乎返考核嘅範疇，有啲客觀嘅問題，例如問下酒店嘅設施嘅開放時間，咁只有答啱先至會有分。亦都有部分亦都需要考驗選手嘅速度，例如喺限定嘅時間裏邊，喺酒店嘅系統輸入預訂房間嘅資料，要快而準先有分嘅。至於同客人溝通或者解難能力方面，就需要睇下選手嘅臨場表現啦，由評判專業嘅眼光一致去評分。酒店業發展蓬勃，我都希望透過世界技能大賽吸引到更多年輕人投身喺個酒店款待行業裏邊，為呢個行業培養更多嘅優秀嘅人才。我係2024年里昂世界技能大賽酒店款待項目香港代表選手袁慧瑩，亦係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國際款待業管理酒店旅遊及康樂高級文憑課程嘅畢業生。就讀高級文憑課程期間，我參加咗世界技能大賽香港代表選拔賽，我好榮幸被挑選，亦成為第一位代表香港喺世界技能大賽呢個國際技能舞台。透過同嚟自世界各地酒店款待年輕人才比拼技藝，應用自己喺課程同埋備戰訓練時學到嘅專業知識同技能。喺訓練過程中，專家除咗安排我參加其他地區舉辦嘅前哨賽外，我亦接受酒店及旅遊學院嘅培訓，獲安排到5星級酒店實習訓練。當中我得到寶貴嘅實質工作經驗，以及了解自己有待改善嘅地方，更感受到酒店前台有好多時候都係客人對酒店嘅第一印象，啟發到我再接再厲，不斷進步同改善，幫助到我應對世界技能大賽。參加呢次比賽令我有機會展示自己嘅技能，獲得寶貴嘅學習機會同提升自己嘅技能水平，同時擴闊我嘅專業視野，同嚟自世界各地優秀人才進行交流同學習。我相信參加呢次比賽將成為我人生一個重要嘅里程碑。